彩虹邨係香港早期興建嘅公共屋邨之一，隨住2024年宣布將會清拆再重建，唔少人都專程去打卡懷緬一番，回憶昔日嘅成長故事。但除咗人與人之間嘅互動，其實彩虹邨嘅建築都極具特色。今日就等保育組織 Save 彩虹 Xday 嘅成員 Kim Ma 帶大家由建築師嘅角度了解彩虹邨嘅威水史啦。彩虹邨有8個高座嘅 building， 同埋有3座低座嘅 building。香港嚟計，當時最高嘅 building 咧，應該係得24層嘅啫。咁呢度係有20層嘅，同埋俾到4萬幾人口嚟住咧。喺60年代嘅屋邨可以做到呢個規模咧，其實喺世界上嚟講咧係第一個咯。當然一個咁高密度嘅屋邨，如果你全部都係以一個高座嘅建設嚟講咧，嗰個空氣嘅流通一定唔係咁好嘅。但係當年建築師 P&T 佢哋以一個高座同埋低座嘅合組嘅形式嚟令到成個環境，就算除咗個通風嚟講，就算個壓迫感都冇咁高。低座建築咧係一個好 luxury 嘅嘢嚟嘅。咁當時有咁嘅天時地利人和，就會有咁嘅設計咯。今時今日做唔做得返就未必咯。咁我哋而家睇緊呢個高座啦，會見到咧隔4層咧，佢嗰個窗嗰個比例係唔同嘅，你哋見唔見到？即係6個玻璃嗰個。係6個玻璃嗰個。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新穎嘅設計嚟。嗰個空間咧，其實係一個公共空間。當時嘅建築師佢哋係因為諗過我哋係一個20層樓高嘅 building， 咁如果啲人要落翻嚟同其他人去互動咧，其實可能比較唔方便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喺每4層樓咧，佢就有一個公共空間。一般嚟講咧，屋邨咧好整齊噶嘛，一格格咧，其實你係 predict 到佢裏邊嗰個生活空間係點樣噶。但係因為有咗呢個空間之後咧，你就會見到佢開始調啦嗰個 facade 嘅設計。咁呢樣都係幾特別嘅。呢個係首創啊，香港。呢個應該係首創。咁佢嗰啲牆身嘅顏色係咪經過幾個階段㗎？係啊，佢經過幾個階段㗎。以我所知咧，一開始咧其實係冇顏色嘅。然之後去到某個時間係80、90年代係居民 propose 話要顏色，咁佢哋嗰陣時就propose 話用彩虹嘅顏色嚟做啦。咁我當時係彩虹7隻顏色㗎嘛，咁落晒7色。但後嚟咧，因為7隻顏色嘅保養實在太麻煩啦，咁佢哋又再 reduce 啲，咁變成而家嘅顏色。除咗外牆設計，當年嘅彩虹邨喺建成之後，居民都提出咗唔少嘅建議，參與咗喺屋邨嘅發展入邊。就連而家最多人去嘅打卡位，其實都係居民提議興建。今時今日，咁呢個打卡嘅球場，當然大家都好熟悉啦。咁其實當年咧，佢一開始嘅時候，其實係冇呢一個停車場嘅。當時係因為呢度嗰啲居民佢哋生活富裕咗啦，咁佢哋開始有車啦。咁佢哋咧就同政府官員 propose 話，我哋可唔可以起一個地方俾我哋泊車咧？咁當時嘅官員亦都應佢哋嘅要求，起咗呢個 parking lot， 然之後順應喺呢個上蓋度都俾咗一個休憩空間佢哋咯。因為投入感大，大家先會參與更多喺屋邨嘅活動上邊。而呢一種人情味嘅建立，其實都同建築設計有關。據阿 Kim 所講，彩虹邨係第一個用自給自足做概念嚟設計嘅社區，意思即係營造一個唔需要周圍走動，落街就可以解決到日常生活嘅環境。今時今日嘅新型嘅公共屋邨，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有個好大嘅商場咁樣。咁當時我哋呢個屋邨嘅諗法就係融入一個商業 retail street 嘅形式，佢唔係一個商場嘅形式，而可以將呢度所有居民嗰個需要都可以擺到喺個 retail street 度。種種嘅設計考慮，唔單止提升咗當年居民嘅生活條件，整個設計概念同埋前瞻性，仲係受到業界認同添。黑色嗰一個咧，其實係呢個香港建築師學會當年就頒俾呢個彩虹邨嘅一個建築銀獎。咁你聽到銀獎就可能覺得會唔會係第2名咧？其實唔係嘅，建築嘅金獎咧，其實通常係頒俾建築師嘅，而銀獎咧本身咧就係頒俾建築本身。所以彩虹邨咧，佢當年拎咗呢個銀獎，其實就係嗰一年裏邊即係話呢個建築係最代表性咯。而家嘅彩虹邨過多幾年就會開始清拆階段，預計再過20年，整個彩虹邨就會變得同而家新型嘅屋邨一樣。好多人都會話，新型屋邨其實就係缺少咗舊年代嘅人情味，而呢一種嘅人情味喺阿 Kim 嘅眼中都係同建築離唔開。我自己理解嘅人情味就係
好似彩虹村咁，佢其實佢成個村每一個建築嘅環節其實都係環環相扣。佢就同而家新嘅屋村個感覺就係每一支單支樓，然之後有個商場。咁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個 tightness 就冇咁大咯。呢度就會你會覺得，如果我係一個小朋友喺度捉伊恩嘅話，我會覺得我好多地方匿啊，我覺得我會有好多回憶咯。我自己理解嘅人情味就係咁樣嚟。